了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复习类的节目。今日了大家咧讲嘛，家咧都有意思哦。你今日绕墙都是一个欣赏，佢係你故乡冲港之人新嘅内口嘅欣赏。不过今日了大家咧讲係分享一本书，呢本书係睇你无国界嘅欣赏，喊你世界嘅出风。你一度都係講嘛，嘅今日內容係嘛，嘅咧家咧分享你今日來賓其實係你嘅賴向榮欣賞分享。大家好，我是赖向榮，以下的高雄傳統醫院神經內科。分享欣賞哈，其實那個賴醫師輕某喊要講3遍哦，講3遍當中的，可是還是撥空來到這邊跟大家來分享分享的，所以輕感掐哈。不過今日大家要知道輕有意思哦，一般來講哈，因為福喜類咧有醫療單元，好，所以我們常常會邀請很多專業嘅欣賞類都亞平同大家來分享輕度醫療的知識啊概念，今日一樣是。請賴醫師來到這邊，神經內科的醫師，然後呢，喊他衝腰給，其實是我們的這個可以說是世界癲癇大使的，有這樣的一個周代安公嘛，不敢當，謙虛。然後2015年的時候，在書裡面有介紹哈，而且我們也是被頒發社會成就獎，所以其實真的是醫師做了很多事情。不過泰卡就知道輕有意思，今天要講的其實不是講醫療，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嘅係醫師出了一本書，是不是？是，好，先恭喜醫師，因為我先講一下，我看完這本書的時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驚訝哈，很驚訝，為什麼呢？我們就想說，哇，看睇過後就想講，欣賞一般來講都輕某喊，我想說，到底這個醫師裡面有人寫到，就是說有作家提到，就是說，哇，這個看完這本書之後，會覺得說，欣賞你按某喊哈，都帶你的主業是醫師，還是你的副業才是醫師？不過，要不要請醫師來跟我們分享？真勁哈，分享一下一本書就講，你到底是醫生還是廚師啊？你主業是廚師嗎？有遇到你按你講，就是不是是這樣子哈。我很喜歡做這些東西，然後遇到朋友來煮東西，大家就會分享，所以講。分享的過程中，那主人就按好食啦，所以你廚師係醫生啊，我係醫生，係副業啦。不過你真言係講笑，意思就會講，其實在這本書裡面，欣賞一個青島嘅地方有17個國家在這邊，其實第一度有介紹很多，都去那邊做很多的，不管是醫療或者是交流，也係講學習。不過第一度董也因為暗用嘅工廠，也因為間接直接認識青島嘅朋友，當然也就是把國家地方的菜色做一個介紹。是不是借由這樣的一個介紹，也讓大家很加了解這片嘅文化也好，歷史也好，飲食文化。所以。去過60-70個國家哈，然後一本書像17個國家哈，17個國家最主要的就是說，我本來寫書是本來是想寫食物，但是後來想寫食物很像大家都在我又不是廚師，世界很多大廚，人家寫的書不是比我更好嗎？那後來我在想你要出一本書，它要有一個跨界，要有一個特別的東西，所以就把很多東西有結合我醫療的東西，去跟人家做過文化的交流的東西，把它寫進去，人家教我的菜，再把它寫進去，變成一個文化的一個相互的一個交流，這樣。對，為什麼哈？因為這也是這本書很特別的地方。看這本書，你就得看到欣賞很多在當地，除了剛才講很多觀念的分享、知識的分享，唔講公司採訪，你看就得看到青島某種嘅菜，而且這本書裡面還有食譜哦，欣賞，對不對？而且請等一下，等一下有食譜哦，而且教你怎麼做。更重要的事情是，一般來講，你可以講去買食譜，大概就是某個菜系。可這裡面的菜系應該是世界菜系，對不對？對。所以韓國乜嘢菜都有。唔過我一開始看嘅世界吃都清感動哦。我去家迄客家人哦，唔過我客家天師腿做些按東嘢，唔過我做清排先，我看到一本書有寫到講，比如這裡面有一些客家菜的介紹。對。我這樣提供，在嘉東我們吃板條、麵扒飯，黑一天很輕平常的事情，不過裡面的高湯竟然是用鮪魚熬成的。對，這個我很訝異了哈，我不敢相信哈，因為後來我在想這件事情，就是說，因為這件事情我是在描寫一個去屏東，屏東有6堆啦哈，然後嘉東是其中1堆，但是說奇怪，其他的堆的板條全部都是放豬肉嘛，對呀，就不可能放，怎麼會是鮪魚？
他是写一段我去一个缘分，然后看到一个我帕金森的病人，其实他已经过世，正好去到他们家里面的开的板条店，然后他们都告诉我这个板条的故事。后来我才发现，嘉东是唯一这个靠海的地方，而且靠东港很近。我们知道东港是产鲔鱼很大的地方。我说啊，原来是地缘。所以后来我去了其他世界各国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像越南的，他们叫河粉，它也是跟我们板条很类似，但是他们是加生牛肉河粉，生牛肉河粉，所以他们是法国带给越南的影响，所以这个嘉东是等于算是地缘的影响，所以跟我们山区的吃猪肉又不太一样。对，原来是文化哈。对，所以看医生这本书的时候，昆喜长亚本书的时间，你就在看到青豆按用给描述，不是只是告诉你说，半条应用蛇也还半条应用粥，你就都得了解为什么。就像喜长讲的，同一个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文化有关系，一个历史背景有关系。我说亚本书底度有青豆按用给蛇给，不过我们大家按用真的有世界菜系在里面，我觉得好特别。来看个时间就一边看一边觉得很感动，但是又一边流口水，有没有？吃到清小卫生，而且很想要打电话给喜长，你办那个餐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用报名参加的方式？黑某就某巴图吃到，所以这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像刚刚嘉东这里面就有这样的小故事哈。不过说真的，除了饮食的介绍，这里面有很多医师对于像癫痫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分享，对不对？因为医生我蛮惊讶的，因为很共鸣嘛，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就知道，我就听过按用给偏哈，不过但是就因为老师学校会教嘛，对不对哈？健康教育的课程会上嘛哈，不过我其实很惊讶，到了现在按用给眼推还有这样子。医师有特别提到，像比较歧视化或者是标签化给问题按养虫，真的是这样子。在我们台湾的社会，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很进步了，我们好像教育每个人的教育的水准也都很高了，很多都大学生了对。但是因为我们不是病人，当他真的生病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他们生病，他不只是因为生病。还因为标签化，他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他的交朋友、上学、婚姻、生小孩、找工作、开车，各种问题都是因为这个标签化。他说：“你不行，你那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这是标签化，他不止他是要治疗他的疾病，他变成标签化，更造成他在生活上、人生上很大的一个困难。对，因为这也是我很惊讶的问题，就像喜常讲的，你大家都讲台湾去给清金铺啊，对不对？对，大家就觉得就会一种疾病嘛，对不对？何况我们其实认识更多，或是面对更多现在的疾病，对，甚至是文明所带来的一个疾病。可是我真的很惊讶，喜常在书里面下都给按用给标签化给问题，像医师就有提到，像开车就是一个在这里面医师有提到，像日本，对不对？像日本啊。日本就有开车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里面也是医生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书，让他抖给你这类音色了解，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更加的认识，借由认识可以慢慢的在讲这样的标签化更加的降低。所以就是说，我们认识一种疾病，就是说我们觉得说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就是糖尿病嘛。高血压你就好好控制，以后才不会中风，不会心脏病。但是癫痫也是一种病而已啊，它就是一个脑部不正常的放电，就这么简单。就像你心脏病，它就是说心脏它可能心跳太快，或者是心肌缺血，就是这样子而已。它生一个病就是这么简单，你就好好治疗就好了。但是不要再给它这么多标签嘛。对，而且血糖里面除了像日本有没有，还有印度。对，我真的很惊讶，印度真的很讶异。对，我现在说他们的法律1950几年就开始了，它是禁止癫痫的朋友们结婚的。对，他们的结婚婚姻是无效的。对，因为你有癫痫，所以你结婚不算数。对，没错。怎么会这样子？对，所以要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所以他们到1990几年，他才把这个法律废止。
醒长这边好像是要1999几年，对，然后才把这样的法律废止。泰卡上可能黑公你有按钮给骗，你总得结婚嘞，黑公你结婚就抹酸嘞，这就是一个很严重醒长公的歧视。其实你应该把它当成你就会捅尿片嘛，黑我们就醒中片，对，你就会注意给嘛，会吃了给就后哎，不过他这边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是，对，所以老师也提到，像在菲律宾也是你很菲律宾哇很重要的社会观察，对不对？菲律宾的故事。但菲律宾这个故事，我想我写在书里面，我想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哦。但是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初衷，你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这个事情要把它做成最根本的东西。我们不要去，就是说有一些外面的一些有一些东西来干扰你这个真正想要做事情的初衷，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在最后面写了一个答案，就是在日本片这边。我在观察我的老师们在做这种国际会议的一种观察。因为我大概20年前在日本做研究，然后后来当然20年后，他邀请我回日本去做演讲。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会议，这样子。会议完了以后，当然老师们啊，然后他们主办者的要上，他们邀请我们去吃饭。吃完饭了以后，后来我看我的大师兄，我说怎么大师兄把这个帽子脱了，然后就跟所有的这些我的老师们去，一个人收钱，收完钱就去付账。他跟我说，你们外国人不用出钱哈，这样。所以他们当然包括有主办者，包括有同学，他们的分际很清楚。所以就是说，你们在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很恪守他的这种，包括我们的医药分际，他们都很严谨。我就说，这个好像很进步国家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也写了一种这种社会观察，就是说我们做各种事情，你可以学习别人这样子。是，所以唐信山安讲，大家是都在了解，读了本书的读，因但想做在看到，冇强嘅菜来少解，其实做在很好了解，是从信上解下讲，用嘅细故事，用必须嘅分享，还有嘛嘅做在讲聊下，你等下常来讲。今日东方伊就在绕墙度来欣赏呢度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哈。其实清楚嘅事情就係有按用嘅一本書哈，同大家來分享哈。很加重要嘅一本書地圖，其實下到嘅唔單止係食嘅問題，其實係借由這樣子的詞，其實跟大家分享很加多嘅人文文化，啲是很加重要嘅本大家很加嘅認識癲癇按用嘅疾病，以及各國。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疾病，对不对？像我们上段节目就有讲到，有些是真的很严重的歧视的问题。好，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的认识。好，我们说老师这里面有17个国家，你刚说你去过60、70个，为什么是？那你特别挑了这17个国家来分享？就是说这17个，我大概尤其是像菲律宾啦，因为我那时候等于算是国际癫痫局的副局长，我负责亚洲区，所以亚洲区这个地方我去过每个国家我都去过很多次，尤其像菲律宾我去过很多的次，然后当然就是帮他们办一些活动啦，然后主要是做一些 project，然后改善大家对癫痫的这些生活上的照顾这样子，所以早去了那么多国家以后，跟他学了一些菜，所以我选择我跟这一些有关系的，把它纳入。像我其实最喜欢做西班牙菜，但是我没有把它放到里面。对，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在那边做过计划，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进去。还有很多地中海菜，其实我很喜欢，但是那些菜，我想这个我们要把有一个主题化。所以才把它放进去。对，大家迄讲真正看睇日本书就会知道为什么大家会问先生讲，你是医生呀还是厨师？因为这里面的菜看起来真的都是那种大厨师上面，而且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我没有办法跟泰嘎的粉用按用给胸片哈，这每道菜在里面看起来根本就是5星级饭店端出来的菜嘛，每一道菜都这么漂亮哈，又清厚是。不过公司采访哈，同泰嘎的讲一下就会讲，这里面很多国家的菜，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慢慢的讲。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欣赏你把客家菜放到最后面。对。我发到17个国家，我想个欣赏会讲到客家菜嘛，不会最后面，感觉上是泰嘎。这表示说这个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从源头是从客家出生。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地方
还是回到家里面，所以把它放到最后面。但是这一篇是我花了最多时间在想要怎么样去把我们的客家菜表现。是，而且不过现场很有意思，你的哈嘎吹其实有时候已经你做了一些创意在里面。对。对不对？就是有西式的料理在里面。不过你看哦，像一口是形上有介绍像酿豆腐，对，酿豆腐哈，而且我们就靠一下，我觉得真的，一般来讲，就我们比较这种出手出脚给你嘛，是酿。我买的4K时间就知道今后是，不过欣赏最暗用给酿豆腐给故事也是写在里面，对不对？它的精致，它的层次，而且哈很有意思，绝对不会漏掉，就会嘛把哈嘎炒，哈嘎给炒，客家小炒。对，绝对不会漏掉。对，而且在这里面呢，有的你是高欣赏煮的这个客家小炒哈嘎炒牛，太嘎贝讲，这是他吃过最有层次的哈嘎炒牛。这个哈，知道我讲不准啦，有机会做在试看看。好，还有的姜丝炒大肠有没有？炒竹虫呀芦虫也是没有，绝对不放过。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在里面还是有很多。不过，请稍微分享一下，不过你亚片其实有很多。你看到亚杭竹牛，你这个杭竹牛其实是西式料理，什么？对，所以你很多都把客家菜变成西式料理。对，这个是你自己去给它冲的。对，所以我们对客家菜哈，有的时候大概出去吃饭，你说啊，客家菜那边那个餐厅好像很便宜，一餐就几百块这样子，好像跟意大利餐厅跟法式餐厅，你说一餐可能要好几千块，但是客家菜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好吗？不可以这样子，你是源头是客家人，我在想，这种东西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传统，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你创新才有创新的价值。后来我在想，我要把这些客家菜重新很简单的东西做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表现，是这个表现，甚至我写出来以后，厨师们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不是厨师，我是医生，但是这些厨师们他可以从这些了解说，我们做菜不只是给传统这样子做法，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很创新，这个创新甚至就是说你在餐厅，当然这些厨师们可以把客家菜更发扬，这样，我觉得这个传统与创新，这个是在这个做菜这个里面。我放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这个里面，对，一个观念在里面。你讲唔单像按油你哦，其实欣赏你对于在地食材的使用，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介绍到，好像法国菜有没有？我就知道，哎呦，里面像比如说以芦笋，里面特别提到的芦笋，然后你就用我们台版给在地的这个入菜，对，这也是你在里面很想传递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最近我们台湾的餐厅的一个潮流也是这样，在地食材，然后不要去太远的地方，你在这附近。我们等于算是友善餐厅，那友善餐厅你要用在地的食材，然后这些创意，你用当地的做法，或者是说你想我们对法国菜、对意大利菜，这法国菜它有特别的一些，他们就对酱汁很重要，这个酱汁如何把这个东西原来食材去表现，你怎么样去做一个食物的连接，让人家对吃起来会很愉快，所以就是说你学过很多的技法。但是这些技法可以表现在台湾的食材上，就是像刚才讲这个白芦笋，但是白芦笋是在法国春天是春天啦，然后他们就一定会吃这个东西。当然他们的食材有我们现在也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地的这些，你要如何去表现它？我们大概就在讲这些故事，这样子。所以真的好，挺有意思哦。这类糖都暗涌给故事，因为都得看到食谱在里面，可以供你想要动手做。对，不过请常请等一下，请常这边有特别提到哈，是关于那个量的问题，食材这个量的问题有没有？那有时候做菜就是个人稍微斟酌一下，对不对？对，这本书我唯一没有写的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放多少盐？多少香料，多少那些东西哈，这些因为我们从小做菜的时候哈，爸爸妈妈教你说要放安呢，这样讲太寒，做不得，两下子做不得。尽量。他们就是说，这个好像从小就是说，你说这个应该要放多少，一下上面也要按多，把酒上要放几多，那盐要放几多，你大概看这个锅子按它你要放几多，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不等下。不过先生，爱吃东也係裡面有甜分，有做先生嘅甜分，也有注釋嘅甜分。有時候愛問不下給你啊，不用幾多呀，他有就做得，他有係幾多，他有嘅就做係咪？
对，就会按用给感觉。对，不过是呢，就是经验累积嘛。希望你嘿按台给播，也按谁给播。对，某空用，对，某空用。尤其是这里面讲的非常青头某空用给世界料理的。对，有的香料你要用风。这个那是锅，你看第一个，原来这个咖喱，你这个某一个材料你不能放太多，等下等一下这个味道太重，按了做唔得了。按了做唔得哈。不过真的以前有意思，因为第一度要有下到以意大利这国家，这里面信上写的很细呢，连牛排这东西嘅方式，应用的餸菜、天路菜嘛，该天一路菜嘛，对，真的以前有意思，我看到嘅事情，我知道我妒忌嘅，有按样嘅感觉。不过结果我就想讲，我就真好奇，我就看到意大利片嘅事情，我心讲，你就想讲，信上佢会出乜嘅菜，真的有出意大利面哦，不过佢係苍蝇頭有冇？對，頭絲，對，啲台版啲糊糊嘅一粒一粒嘅，對，頭絲，對，做嘅。現在這個我看可能按到嘅食譜應該係提幾做。我唔知有年做，但是因為意大利面它是面，對不對？面條的話，它要吸收你的變成是其他那個菜的一個香味，它的那個鹹度。进入那个面才会好吃。是，所以说有很多面条，像我后来吃餐饮的，我说哇，这里面这个香味这么重，然后它里面，然后又有豆豉，这个等一下要用油炒了以后，等一下面吸收了以后，这个面一定很好吃，一定很好吃。好，结果清好吃，结果对，客家小炒也是一样。好，那我们的客家小炒，我是后来想，这个客家小炒。它这样子切完以后，进到这个面一定很好吃。但是这个面的选择就很重要了。因为各种的菜其实它那个形很重要。你要选择某一种，你比如总要选一个长长的面去配这个客家小炒，一定不行。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形状的面条，然后配合能够吸收客家小炒的油跟咸。那个面就很好吃。姑说其实厨师是一个，我们回到厨师这个行业，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他就跟做科学研究一样。他就是每天他要去想象。对啊，像做甜点的师傅要你某发豆你就会做甜点听。其实他每一个过程跟当医师一样，你也是要去做一些科学研究在里面，观察也才可以。他要观察，然后他要想象，你会凶。对，然后可能最重要的话，可能还。因为你要变化，你还要一些艺术。你要不要说，这个放一幅画，这个主角在哪里，配角在哪里，怎么样去放，然后这样子才会真正的。所以你需要有厨师他们。我觉得厨师是很厉害，超猛，他们要创造，那就会要学那些，所以太敢会讲，给一个专业的职人，对，好险太敢问外公，你会做菜吗？外公唔会，好险。外公，我要是想外会，我就知道拍谁的。两本书地图是有从家下线上讲到有意思嘅故事啊，冇講嘅菜到底用因做係外籍嘅菜嘅係講呢個客家嘅菜，到底地圖都全部有講到，唔單止係有，還有其他嘅小故事嚟分享，所以。聊下先，請你嘅鄉親朋友先立馬查聊下，等下再嚟講。今天當歡迎走嚟繞牆頭來欣賞呢一個節目地圖啦，大家分享按到嘅些故事，這些故事聽起來好有意思哦，感覺上青島故事都得講哦。不過講到鴉片，其實大家會知道講做菜其實愛講係天分、也興趣，還要努力，對不對？而且這裡面有提到，我覺得意思真的很棒誒。其實你去到嗰邊按用嘅交流也好，學習也好，分享也好，你有機會到一個米其林的餐廳去學習，錯嗎？是。好像在山上，對不對？對，山上的一個餐廳，要分享一下按勇嘅故事嗎？這其實要回到原點了。這是其實我在講一個故事，就是有一位小姐叫 Marion， 這個 Marion 是法裔的美國人。她本來她在美國其實騎腳車要去參加奧運，後來她得到癲癇，她沒有辦法，就是沒有辦法參加。後來她就回到法國，法國讓她參賽。他後來得到33個公路賽冠軍了，得到雪梨奧運的等於算是亞軍這樣子。好，那得到這個銀牌，當然就是說他是一個癲癇的患者，而且他困難控制，所以等於算是說，等於我們這麼嚴重的癲癇，他可以工作得很好，他是一個
很正面的印象。包括后来我们邀请他来台湾，跟大家一起骑脚踏车，其实也是在讲这件事情，要有比较正面去对待，不觉得他工作 OK 没事情这样子。但是说他回到法国，后来我跟他联络说，哇，我也喜欢骑脚踏车，顺便我想取一下环法赛的一个路线，然后那边有个餐厅，所以我也想学做菜，所以就去骑脚踏车，然后去餐厅。我那餐厅真的很棒，而且米其林的餐厅他们训练真的是各种的，里面非常多的厨师，一个到餐厅里面，但是他每个人他有各司专精。他去教你说这些东西这样，这些东西这样。你在里面，我在那边几天以后，我说哇，这个菜，他切洋葱就非常，你这个洋葱切得不好，那这样，啊，你这个东西不会切了哈，你这做甜点，你这个东西放的不对，啊，一个这样，其实很有意思。老师，我真的显然真的很想要知道，一般来讲，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在厨师就是一个职人，那是轻重呀给，不过轻好给就像米其林餐厅，在餐厅里面的。你看哦，就是只有医师进去过米其林餐厅的厨房哦，我们哪有这样的机会？有时候连吃都很难的。对，要一般厨师去学习才有可能。对，我们是对，因为我真研究清好奇，就按用给米其林餐厅里面，他对于这种他是不是就是很严谨、很细腻的去要求每一个步骤，因为有品质保证。对，他品质真的做得很好。因为有该保证，黑毛太搞说奶油，他青毛嘛改啊中嘛，所以它里面真的是。对他们，你觉得有跟别人的餐厅不一样？你觉得？我想他们做菜非常严谨。包括切洋葱什么的那些。对啊，每个细项，尤其是说时间，他们掌握时间非常精准。就是说这个客人开始点菜，这个客人点菜他有1、2、3、4。比如是说，他等一下第一道已经快要吃完，什么时候要上第二道？第二道之前，他什么时候要开始煮这道菜？他马上会安排这个时间。所以他不像我们，就是说，所有的菜全部端到你桌上，他不是这样子，来不及，有时候来不及父母才嘛，对，他就一项一项说哪一桌客人要上哪一道菜，所以他会先看你吃的进度，对，你会看，然后他会全部去看观察。我说哇，这个好像非常的那种时间的掌握更精准。我这个就是艺术了。端上去的就温度要刚刚好，对，没有错。放到你面前的温度，所以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我说这个他们很那种要求很好。哇，好棒哦！一直想要听医师分享一下都带很嘛该，因为到底米其林的餐厅跟底路同太嘎被某 Q 给提供很嘛该。当然他们厨师有厨师的设计了，对某一套菜色的设计，那个应该是他们原来就设计好的。我们只是看哇，这个设计那么漂亮。黑公摊咖某 K B 都给片师，不过黑公有 K B 宽都按有个食谱，可能你也可以想啊，至少也是经过这个有没有赖医师洗礼之后按有给吹洗。不过还有意思，里面有提到一个我听说同泰咖的分用，就是印度松边偏东亚片事情，这个好有意思。这个就像我们台湾大家都在上班，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是上班族嘛，大部分都是上班族。那上班族的提到就是说。我在这里面讲了很多一些家庭的一些观察，包括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老师他们去家里吃饭，我们以为美国人都是很吵闹的，不是，他们家教很好，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家教就很好，要有蜡烛，要什么？我说，奇怪，怎么美国人是这样子？然后去到那些南美洲他们，我们以为我们的家庭是很连结的，他们的家庭的连结更好。更有爱，更有什么？后来我去到印度，我发现，他们假如喜欢家庭的菜，他们不是去路边或者就像我们一样打电话就去叫一叫。外食，不是这样子。boy 啊，听偏懂。听偏懂，我们就叫做听偏懂了，来办公室这样子。就按要命。怎么样呢？他们是早上，譬如说他在家里面10点他以前10点家庭他10点多会煮好饭。煮好饭，包括他的便当里面有菜，有好几层，就放在你家庭的门口。家庭门口你也不用出门，他就放在那边。就有一个人，我们叫做 A 好了，他就把这个便当提走，提到不提到叫巴士站或者火车站，火车站有一个 B 就要拿上去，然后他又放到某一个地方，到了那个站另外一个站以后，一个 C 又把它拿走。分配以后就到达他的，好像寄包裹一样，对，有没有？
就到达他的家人的办公室。办公室12点前一定会抵达。好，当然这个菜当没有那么热，但是还是温温的这样子。等于是，就等于说到12点以后，家人就是说他的家人在办公室吃完饭，他也没有要送走，他就吃完饭就把这个便当放在办公室门口。这个便当准时4点会回到家里面去。一天当中有几十万个便当在这个城市流动，1年里面几乎零失误。哇，几乎零失误。不会说你给偏农大口的，这个是喷你呢，喷你呢，对。所以哈佛大学的商学院有去做过研究，很多像地理频道，他有去拍过片子。他们说哇，这个商业模式太可怕了吧？对，太有意思了。对，有意思。可是糖也可以。一个家庭有点复杂的系统，对，这个系统的运作又这么好，对。我觉得印度真的很特别。不过泰嘎会吃到个，比如说我这样讲哈，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地方一下雨有没有淹水就淹很快，毅力快。给排水系统可能没有办法做很好，可是这个送便当的一个安永跟那一栋有没有完全不会出错？对，完全不会出错。不过就像沈常讲的，其实泰嘎会分享安永跟商业系统，你可以安永跟商业系统听听，是他们吃的家庭的味道。对。你说为什么这个系统可以发展的那么好，而且一天10几万个便当？因为我要吃家里做的东西，没有错，对不对？你看，这就是家庭。对，所以在这里面也会有暗涌亲如医师的故事。如果你看天样要有几分看到啊，对。如果你看到医师把它文字化之后，你就真的会觉得得到共鸣，暗涌的感觉哈。不过这个。就像沈常讲的，你观察每个国家吃东西跟方式，回到华人也一样。我们华人也是借有时候餐桌上面才可以聊一些事情。对。那平常时有没有这个华人泰卡看到面也是，好像不太会聊什么内心事。不过吃饭的时候就会借机会摸一下，摸一下吼，你有。对。你这就是一个搞流给方式哈。哇，今天访问医师真的时间过很快哦，好多东西要分享都没有讲到。不过我同泰卡的分享，其实医生有一个8方会啦。常常大家一起分享安永的食物，对不对？是。好，所以我们大概也就是说，大家都一定有朋友嘛。对。像我们大概就是会就是说，有一些兴趣相投的朋友，大家都在一起。所以说我们8方会大概也是说不同的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这样子，然后大家每个月聚会一次，聚会一次，大家分享说，像我主办的时候，我就煮饭给大家吃。好棒！然后这次是办什么样的主题？我们这次办哪一个国家的主题？是，但是也不一定是在国内，就是说高雄，然后各个不同的城市，我们也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不同的国家，我们去看一看。对，然后你们大家吃了以后，大家也会分享一下，原来全世界有什么东西？对，不过节目界最面都大家都讲其实讲大家谈到来先生的故事都有意思。其实两本书咧，大家做得去去买来看大家都分享先生两本书所有买改签呢都是公益的，就是全部都是公益捐出不过今天大家很有福气哦，大家都有福气哦，因为今天医师要送出一本书。好，所以让我请来理解乡亲朋友，系讲你其实都想来看两本书你做得去到你福气，来嚟个免速地不留言。题目係乜嘅咧？是兩本書嘅書名係乜嘅？天然無國界嘅線上喊你世界嘅出風，你留言是有機會得到兩本書哦。今日真係請感謝現場嚟到一片同大家嚟分享嗬，希望早啲看到聽一本好嘛？感謝。好，鄉親朋友希望今日嘅小波動態，天然好嚟做乜嘅咧？做認同了。